再来看桃园车头附近一间餐厅站加速爆炸，是请真侪烟哦，物件炸甲四界拢是真恐怖。有一个工人规身躯45拍烧烫伤，爆炸的原因搁会调查。人先离开，不要再过来了。桃园车站上款大东路顶礼拜三暗时传出爆炸声，发生起爆的是这间永盛糖品店，现场有真大白烟冲出店外，店内物件拢飞甲四散，过路的人拢踹一个。那时候已经打烊了，是里面在施工还干嘛？不晓得，就只听到砰的一声很大声，里面就是气爆，整个玻璃橱窗的玻璃都弹飞出来。起爆现场有一个21岁姓干的工人，规身躯45%的烧烫伤，双脚拢焦毁，不过压在人，紧急送医救治。警方嘛封锁周边的道路，佮疏散民众。火势消防人员到位3分钟后，就得到控制。11点06分就完全拍花，厝内的火星伫11点14分处理完，初步估计现场损失5000块。同仁立即赶赴现场，封锁周边道路，并通报消防人员进行救灾。将伤者协助送医。救灾人员到达现场，随即部署水线进行抢救。那火势在11点6分熄灭。初步了解，这间餐厅食炭休困了后装修内部，好像是装潢工人时间无细致，引爆细管压缩造成起爆。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火调人员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